點解自古以嚟人類都係問人生嘅意義係咩呢？我哋哲學裏邊存在主義講開咧，有兩種嘅發問，一種咧叫好奇嘅發問，就係你所謂客觀嘅部分，即係話世界點嚟啊，生物點嚟啊，原子電子嘅結構啊，或者我哋腦嘅脈衝啊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奇，係一個知識嘅發問。但係咧，仲有一種咧就叫焦慮嘅發問啊，一種 anxiety 係咩意思咧？就係你生存嘅陣時咧，一種係你頭先講嘅無聊或者空虛，到某一個階段就主要講嘅絕望。咁但如果焦慮發問嘅陣時咧，其實我哋發問我哋點解會有無聊感啊、空虛甚至原地踏步嘅感覺咧？呢個本身就係因為我哋發問人生意義嘅陣時咧，出現咗少少嘅歧義啊，走咗歧路啊。我諗你個問題係好多層次，有種咧，首先我哋當一般人咧就唔係幾需要問人生意義嘅。今晚個餐食乜嘢啊？幾時去賭下馬、賭下狗咁樣？即係嗰種係我哋嘅一般人個意義係在於滿足感。即係滿足感咧，有啲係低層啲啦。你頭先講，即係例如物質啊、食色性也嗰啲咁樣；有啲中層啲咧，就係中意知識啊、旅下遊啊、飲下紅酒啊，有啲生活嘅情調咁樣，都會產生滿足感。有啲好樂觀嘅人啊，晚晚去酒吧啊，然之後咧又睇下足球咁樣，大概未到你咁深刻嘅地方，就會問人生意義嘅。佢到40-50歲啊，仲有啲階段會出現嘅。咁所以咧，你講嘅滿足感咧，其實係指一般人認為嘅生活，但呢種情形下邊咧，佢有一種 structure， 呢個又係存在主義者海德格講嘅，佢種叫 in order to。in order to 嘅意思就係佢發覺佢活喺呢個世界，每樣嘢咧同佢都有一種密切嘅關係。例如我眼前有個杯，呢個杯係要飲水嘅。每朝早我哋要搭巴士，巴士係咩？要翻工嘅。我跟住去麥當勞食午餐，係因為肚餓嘅。所以每一樣嘢咧都係 in order to 係有個作用喺度嘅。所以其實一般人咧係活喺一個有用冇用嘅方面，佢仲未問人生有冇意義。問人生意義係高一層次嘅。咁有用冇用咧嘅意思咧，就係我哋覺得我哋嘅生命啊，或者我哋嘅身份啊，或者生活咩都好咧，係環繞住一啲需要啊，包括係最普通嘅就溫飽需要啦，有層樓住啊，層樓大啲啊咁樣，咁就穩定噶啦。有啲咧就係頭先講嘅就係比較中產啲啦，嗰種咧就係例如去旅行啊，去日本啊，或者係食好嘢啊嗰啲咁樣啦。咁呢個都係打發一啲無聊嘅。但你頭先問嘅問題咧，你突然間感覺人生意義咧，其實就唔係指一般人發問嘅問題。一般人嘅發問嘅問題係點樣揾食，點樣係開心。所以咧，我哋有一個想法，一個策略上咧，就係首先問意義嘅陣時咧，就我哋問你覺得意義係咩啊？咁小朋友就話食雪糕好開心，打機好開心，一個工人嘅方面咧中六合彩啊，或者係加人工開心，到年紀大啲嘅升官啊等等嘅嘢權位啊咁樣。所以咧，大概環繞住呢個唐君毅先生喜歡講就係名利權位嗰啲咁樣。即係嗰啲叫高級啲嘅滿足感，低級啲咪就揾食咯，去旅行咯咁樣。即係嗰啲你又做，我又做嗰啲買件靚衫啦咁樣。但係到你有名、有利、有權、有位嗰陣時咧，嗰種情形嘅滿足感就開始複雜啲啦。咁如果啲人咧係能夠所謂上位嘅，成為政治人物啊，或者係成為富商啊等等嘢，佢就自然有一套嘅生活嘅消閒。坐遊艇啊，坐頭等飛機咁，即係呢類某上咧係環繞住名利，即係俾人睇下我嘅富貴啊，咁邊個人係排名榜啊第幾咁，我希望可以追上咁。咁呢類咧都係屬於滿足感。但係當你問人生意義嘅陣時咧，嗰兩者即係一般人揾食嘅人，一般名利權位上位嘅人，即係有啲所謂身份嘅人咧，都唔問人生意義。唔需要問，
佢唔會突然間做緊澳門特首嘅時啊，人生有咩意義？佢太忙啦，冇機會諗呢個問題。佢唔問呢啲問題嘅，因為佢裏邊太多機制令到佢不斷滾動落去啊。in order to 太忙碌啦。問人生意義咧係一個哲學問題。我記得叔本華講啊，佢係人類咧呢個動物最有趣嘅地方，我哋係會病啊。動物一病咧就死噶啦。佢冇辦法維生啊嘛，唔識揾食啊嘛。但係人類病咧，仲有親人啊嘛，仲有其他醫院咧，有其他嘅文化支持咧，令到佢可以繼續生存。但係你係一種病嘅狀態，你既然冇辦法好似一般人咁享樂，亦冇辦法爭取名利權位啦，咁你就面對自己。我唔知你係咪身體問題，你身體冇問題，但係咧心境上咧呢個就叫心倦。咁我覺得比較進展呢個問題有趣啲咧，就反而係你而家問嘅人生意義咧，係我哋思維之中或者人生之中嘅一個特別狀態。一啲科學家會問，一啲文學家會問，哲學家會問。其實佢問嘅方式唔同，科學家就問真理咯。點解係咁嘅？點解宇宙會爆炸？點解有人嚟咁？其實嗰種咧係一種我哋唔再係一般所謂滿足感咁簡單。雖然追求科學真理有滿足感，但唔係為咗滿足感去做嘢。一個人會思考咧，或者人類其中一種特殊嘅活動咧，就係突然間感覺到自己要問一個問題，或者有一種 calling 嘅。如果宗教嘅講法就好神秘啦，神啟示你啦，咁然之後叫你歸依啊，或者係希望信主啊咁。但係呢種 calling 咧，海德格嘅形容咧就係佢好似一種沉默嘅聲音咁樣，佢冇聲音嘅，只係時時你見到點解我好似 something wrong 啊？佢話咁講，點解係咁咧？呢個咧就係 Matrix 套戲講咧，就係你突然間感覺到呢個現實世界好似有啲幻象，有啲動搖啊！簡單講，咁呢個就係其實就係呢種人生意義嘅發問嘅層次。佢唔係問我想揾到100萬、200萬個的高個目標啦，亦唔係話我幾希望長壽到150歲，亦唔係問我可以去遊歷到邊啲地方等等，唔再係嗰啲問題。嗰啲只能夠係一種 leisure， 一種點綴，我哋叫做，即係例如我能夠去中東旅行咁啊，令我生活豐富啲，我哋當然肯定。但係最後個問題，無論你喺世界邊笪地方啊，甚至企喺喜馬拉雅山都好咧，你已經征服到咁辛苦嘅高峰，你仍然會問人生意義。或者我咁講咧，就係佛教有個觀念咧，好簡單，苦先於樂，想描述咧我哋嘅存在世界嘅一啲本相，即係話你頸渴，咁我哋要飲水啦，一飲水解渴，咁你會有啲舒服感覺啦，甚至滿足感啦。肚餓食嘢咁樣，咁呢個滿足感咧係我哋所追求嘅。但係你有冇考慮到咧？其實你飲完水之後，食完嘢之後，又會再次肚餓，再次口渴噶嘛？等於你有架日本車咁樣。揸揸下嘅陣時咧，發覺有啲錢啦，你又發覺想換下 Porsche 啊，換下其他車，即係表示咧人係對呢種咁樣嘅滿足感咧，佢有一種自我膨脹。因為頭先我哋開始講就係人生好害怕原地踏步啊嘛，但係當我哋進入一個比較能夠享樂、有條件享樂嘅階段咧，佢就會成為一種好似層級式嘅對比。換車咁一路換上去，初初嚟講買隻遊艇仔，後尾買埋私人飛機咁樣，其實係一個 routine 嚟嘅，你見到一個軌跡嘅，呢類就解釋咗我哋嘅滿足感咧，其實係同我哋嘅生物求生機制有關係，即係我哋需要富足，有種生物嘅資源，咁多啲安全感。當我有錢嘅時候，可以睇好醫生，睇好醫院。平時咧又可以為所欲為，任何嘢都可以得到咁樣，呢種就係我哋所講滿足感。但當你問人生意義嘅陣時咧，其實人生意義並唔係問滿足感。我舉個例子講咧，就係頭先咁多種嘅滿足感啊、名利啊、乜嘢都好咧，我哋以為人生就追求快樂、逃避痛苦，人生最緊要開開心心，唔好受折磨，死嘅人先冇受折磨，以為咁樣。但係呢度有個 paradox 咧，
係、你越係想咁咧，你發覺一眼睇穿咧，呢個世界根本唔係咁樣。你冇辦法操控你嘅死亡，冇辦法離開死亡臨終嘅人先痛苦，又冇辦法離開你覺得呢個世界無聊啊，或者好多嘢。咁所以咧人生意義嘅問題咧，係當我哋感受到我哋嘅存在嘅一種處境啊，即係話為何我存在，甚至會問我是誰呢啲問題。呢個自由家點解會成日出現咩問題？咁我哋將人生意義嘅問題咧，第一層所謂誤判咗或者誤問咗咧，係在於佢以為意義係等於滿足。小朋友食雪糕就等於滿足，打機就滿足。咁大啲嘅陣時咧，食色性又係一種滿足。再高級啲咧，我哋能夠做到特首啊，做到其他嘅官員嘅時候滿足。最好嘅方面咧，我哋又做到美國總統啊，咩都好。呢種無窮無盡嘅金錢或者名利咧，佢係一種無限嘅歷程。佢好似係令到你永遠可以追逐落去，冇得停止咁。所以你忘記咗人生意義。但係假如你能夠停低落嚟，任何處境都好啊，名成利就好或者咩都好，你突然間問點解存在係咁樣嘅嘢咧？點解好似有啲嘢驅使緊我走緊一條路，就唔知係乜嘢嘅咧咁？因為總係要求所謂成功咧，現代嘅商業社會最緊要講成功啊嘛。咁所以問呢個問題咧，我哋簡單嘅回答就係，其實呢個係我哋嘅求生機制嘅變形。Survival mechanism 嘅變形，因為我哋需要名譽咧，就係因為其實生物需要安全感。安全感最安全嘅地方，我哋有好多金錢，有後備啦。另一個俾人認識得多咧，我哋自己有種被保護嘅安全啦，有群居安全啦。性咧就因為我哋可以延續下一代啦，令到我哋自己有種生命延續嘅感覺啦。權力咁方面更加好咧，就係我能夠操縱別人，就操縱別人咧，反映我係一個實體，刷存在感。咁所以咧，你講不同嘅滿足感啊，包括唔講藝術啊、宗教啲先啊，一般嘅名啊、利啊、權呢啲咁嘅滿足感咧，只不過係我哋生物嘅基因好需要有一種延續下去、延續下去嘅推動。我哋要複製自己，即係你成長咧。如果用一啲科學家講就係，你成長係等你嘅性嘅成熟，然之後交配之後延續下一代。你睇動物嘅情景咁係嘛？好似蜘蛛交配之後就死亡，好多嘢交配之後就死亡，即係佢覺得係延續下一代。然之後呢個目標係咩咧？就係一種競存啊、競爭啊。同不同品種啊，我哋點樣跑得最快啊？點樣揾到最多食物啊？嗰啲因為大自然咁多生物，大家都要揾一種優生。如果咁講咧，我哋人類只不過係複雜啲嘅求生嘅優生機制。咁快樂同痛苦係咩咧？快樂吸引我哋生存下去，食甜嘅嘢咧有卡路里。痛苦嗰方面咧，我哋牙痛啊等等嘅嘢咧，呢啲係其實一啲危害我哋生命嘅嘢，我哋要逃避佢，要救亡，要睇醫生。於是個問題就變成咗，其實問人生意義嘅陣時咧，你發覺滿足感係唔能夠回答，反而係翻轉頭咧，就係你係被一種佛教所講無明嘅生命嘅轉動所驅使。生命嘅存在就需要食物，需要需求，就需要安全等等嘅嘢，令到你係揾到一啲優生嘅東西。但係個問題麻煩啦，就係本來個問題就咁啦。人作為動物啊，作為大自然嘅一部分生物，就係咁樣揾到安全感啊，揾到延續下一代就差唔多啦。嗱，點解我哋會發問人生意義咧？呢個問題就有趣啦。其實嗰個問題我自己諗咧，就係死亡啦。喺呢度開始，即係問人生意義咧。當我哋好多時可以分心啊，即係追求名利啊、其他嘢，或者追求揾食啊嗰啲，但係突然之間咧，我哋當能夠所謂停低落嚟，呢個停低落嚟咧，我哋就自然見到有死亡喺前邊。呢樣嘢本身唔係一樣嘢，
年輕嘅陣時所感受到咧，仲係一個形象，即係話，哦，我將嚟會消失嘅喎。所以我同你比較咧，我70幾歲，咁個唔係話將來會消失嘅問題，就好快會消失嘅喎。即係一步步落去，你敏感啲你就會早啲知道，遲啲敏感咧，到年紀大啲咧，你身體有痛症啊，有其他唔舒服啊，行動不便嘅些，嗰種 limitation 咧，令到你又開始感覺到無常感先。哦，生命原來幾苦嘅咁。我哋平時又唔覺得人生有咩快樂喎，到頭來咧就有啲所謂無常啊、一場空啊咁啊，呢個就佛教思想，就係人生苦先於樂嘅。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保尔·小红书。深夜书桌前，你揉着发疼的太阳穴，电脑里没做完的方案，孩子书包上的污渍，床头柜上父母的降压药，像几根细绳子缠得人心慌。我熬这夜，拼这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中年意义危机，其实北宋理学家张载藻用4句大白话给出了答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被称为横渠4句的话，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宣言，恰恰是给每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指了一条把小日子活成大意义的路。张载是陕西横渠人，年轻时曾想投笔从戎抗击西夏，直到遇到范仲淹。范仲淹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该读的不是兵书，是儒家经典。儒者自有名教可乐。”这句话点醒了他，真正能解决人心困惑的，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为什么活的根本答案。于是他转身钻进古籍，终于参透这4句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真意。为天地立心，不是要你征服自然，是要承接天地的人心。你给雨天没带伞的邻居递一把伞，给加班的同事留一盏灯，给楼下卖菜的阿姨多道一声谢谢，就是把天地的温度用自己的手传出去。为生民立命，不是要你当大官，是帮别人找到活着的底气。你是老师，把课本里的知识讲得生动，让学生爱上读书，是立命。你是医生，多花10分钟听病人讲病情，是立命。你是职场里的老员工，把经验毫无保留传给新人，让他们少走弯路，也是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不是要你死背经典，是把老祖宗的好东西传下去。你陪孩子读《论语》里的积欲立而立人，不是要他考高分，是让他学会替别人着想。你在行业里坚持诚信2字，不是因为傻，是把商道及人道的老理儿变成当代的规则。就算你只是喜欢写毛笔字，把笔墨的温度传给身边人，也是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是要你建一个乌托邦，是为未来留一点美好。你参与社区的环保活动，是为孩子留一片蓝天。你在公司里推动不加班文化，是为职场留一点人情味。你坚持给父母拍视频，是为家族留一份记忆。想起明代学者王阳明，中年时被贬到贵州龙场，对着石头悟心极理。其实和张载的4维句是一个道理，真正的宏大意义从来不是跳出生活，而是活进生活。中年的你不用再找什么惊天动地的意义，你给孩子的一个拥抱，给同事的一句鼓励，给经典的一次阅读，给未来的一点付出，都是4维句的注脚。深夜的风掠过窗台，你看着电脑里的方案，突然想起张载的话：富贵福祥，将后无之生也；贫贱忧戚，庸欲辱于成也。中年的意义从来不是得到什么，
而是成为什么？成为天地的心，成为生民的命，成为绝学的技，成为太平的开。这样的你，就算在琐碎里也能活成一道光。这就是张载给中年人的宏大意义。把我活成我们，把一辈子活成1000年。小红书